陈老师，我是来给您道歉的。我已经退单了，你不用来了。陈老师，我是真心想跟您道歉。上次您那么生气，一定是我说了什么让您伤心气愤的话，对不起。我没有生气，你走吧，以后都不要再来了啊。陈老师，陈老师。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只是道歉啊？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。你平时鬼点子不是挺多的吗？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不起，你一定对我很失望吧？我对你从来没什么期望，所以也谈不上失望。我刚刚路过这儿，看你拎着这些东西，就想过来看看你究竟要做什么。记住我说的话，仅仅是道歉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，回去多动动脑子。设计师要以设计取胜，而不是用这些方式。对不起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话是不是太重了？他会不会承受不了？我还以为昨天顾总会英雄救美呢，平时对江小宁那么好，结果到关键时刻什么都没做，看起来好大的瓜，一口都没吃到。这江小宁也够倒霉的。我听说这个项目特别难搞，他一个新人做不好也是正常的。不过徐总昨天的做法倒是让我挺意外的，难道他换口味啦？一切皆有可能。你这么说，是不是我也有希望啊？哎，你是一点希望都没有。你不是说一切皆有可能吗？但你不可能啊，你已经名花有主了。